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豐盛多彩喎，中間黃衫進城區呢都走上去噶啦，外邊啊上市魅力啦，最出係皮具大師啊，內欄位置嗰邊仲有隻不假外求啦，淺藍衫中檔嘅灰馬呢有銀黃輕標啊，後多浸嘅馬啦，咁啊黃衫黃帽有面箍隻呢就金得意啦，內欄橙色眼罩呢仲有傳承者啊，後邊嗰4匹馬喜悅一生、獵景追飛就內欄尾3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星雲浩騰同埋紅帽嗰隻呢就同寶寶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2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頭嘅馬呢就係呢隻進城區啊，跟住第2位就上市魅力啦，第3位嘅馬埋邊呢就係呢隻豐盛多彩啊，第4位銀黃輕標內欄，第5不假外求啊，第6位俾人頂咗3揼喎，出邊呢紫色衫第6嗰隻就皮具大師啊，中間頂佢嗰隻馬呢就金得意啊，後邊5匹馬分別有傳承者向尾5啊，後邊4隻喜悅一生、獵景追飛啊，尾二紅帽外邊呢就同寶寶啦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嗰隻星雲浩騰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咯，前面放頭嘅馬呢都仲係呢隻進城區啊，跟住喺第2位都冇變過啦，係上市魅力啦。後邊嘅第3位皮具大師開始走咗上去喎，內欄第4仲有豐盛多彩，第5位內欄不假外求啊，吞咁啲銀黃輕標啊，響外邊黃衫呢，大約跟住個第7呢仲有金得意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咁啊埋邊紅眼罩灰馬等緊位冇位喎，獵景追飛啊，走入邊咗個星雲浩騰，掟到最出嗰邊啊，有喜悅一生、大外當同寶寶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進城區仲有半個馬優勢，上市魅力就中檔追緊，出邊上有金得意，中間有皮具大師，最出嚟同寶寶，最後100零米進城區依然有1個馬位優勢，外邊有金得意上緊，中間皮具大師接近終點放頭贏啊，進城區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都係黃衫喎，金得意一路壓住咗入邊皮具大師，第4名呢都近㗎，埋邊上市魅力。紫色眼罩唔多啦，出邊追上嚟紅帽係同寶寶，結果頭場賽事進城區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！金得意係咪第2嘅機會高過埋邊皮具大師呢？就要影相。至於第4名嘅馬都近㗎，咁啊埋邊位置係上市魅力，出邊同寶寶要影相。